咁啊由你坐電動輪椅，變慢慢就即係可能大家喺電視度見到 Daniel 咧，就多數都係佢打緊羽毛球坐喺輪椅嘅時候。咁其實因為我哋呢個 office 咧係已經有60幾70年歷史嘅，所以係冇 lift 嘅。咁咧就所以我 office 係1樓嚟嘅。咁其實 Daniel 係可以行到樓梯上嚟我 office 嘅。咁所以嗰個復康，我相信都係一個好漫長同埋好有意志嘅一個復康嘅。可唔可以講下你點樣由電動輪椅變咗做你自己可以行得到路？我以前最初咧坐電動輪椅嘅時候咧，咁我已經有打羽毛球，喺羽毛球場度見到啲人走咗條條，甚至我識得一啲殘疾人士，佢着義肢咧可以自由自在冇工具咁樣。我當時係好羨慕，因為當你跌到落谷底嘅時候，即係比如以前我見到人哋着義肢，我梗係唔會行啦，係咪先？即係唔關我事。但係當你坐輪椅嘅時候，你就覺得着義肢自由自在咁行，即係一個係我好想去到嘅地方。咁呢一個過程，我由電動輪椅到手推輪椅，到開始用義肢用學行架，4隻腳嘅學行架，跟住到攞 elbow crutches 2支1支，到唔使用。係覺得你一定係花咗好長時間1-2年，我係用咗11-12年嘅時間。哇！即係我而家成個過程就係17-18年啦以外。咁其實我都係近呢5-6年我就可以好似平日大家見到咁，乜都唔需要，就咁義肢輪椅啊拐杖全部唔用，但係其實係用咗11-12年嘅時間。而成個復康都可以好坦白話俾大家聽，物理治療同埋特別係物理治療啦，其實係悶嘅。因為佢都係不停咁樣重複要你練技巧、練肌肉，練完肌肉之後就進一步就練其他技巧，然之後就練其他肌肉。咁不停都係循環要做呢啲嘢。咁但係其實日常生活我哋就係不停循環做緊，譬如行路或者都係循環做。咁所以我哋要咁樣嘅復康，其實係要克服好多悶，同埋最重要就係問下你自己你想做到啲乜嘢啦。譬如我好想同我太太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咁當你坐住輪椅或者攞住crutches 嘅時候，你就會有好多不便。呢個係咪你想要嘅生活咧？咁樣咁所以我諗係有啲目標，有啲嘅前提情況底下，佢俾咗一啲咁嘅動力，我可以咁樣復康到。而喺個過程裏邊係即係咩推動你11年？你其實喺條復康路上都差唔多冇停過咁樣。即係除咗作為一個運動員，仲有冇其他嘢係推動你？即係你頭先講嗰種自主，即係可以自己去自己想嘅地方。我諗有一啲，我唔想講自己偉大，係有啲社會責任同埋有啲使命感。因為我特別做咗運動員，其實我做運動員嘅時候咧，開始大家認識我嘅時候咧，我都仲係要攞住拐杖，攞住2支拐杖。嗰個係幾多年前？嗰個可能係講緊我2009年開始代表香港，2010年開始代表香港，但係我到2018年仲係攞緊拐杖，即係中間有7-8年嘅時間，我都仲係要攞住拐杖先可以行走。而其實當我做緊運動員嘅好多人，好多殘疾人士、同路人都會透過唔同嘅途徑嚟揾我，佢哋會問我一啲 tips， 或者問我一啲點樣可以走翻出嚟。咁慢慢自然somehow 會有啲人覺得你係一個 role model。咁我就俾咗一個。我好中意俾一啲挑戰自己，我覺得咁樣都係推動自己。你有嗰種運動員嘅 DNA 嘅，就算唔係喺運動場上邊都係。都係我踩單車都係咁嘅啫。係啦，即係我而家踩，即係同以前比賽爭好遠啦。但係我每次踩嘅時候，我都其實我做到喎，我可以即係縱然嗰日可能好攰，但係你都會 set 個挑戰俾自己嘅。其實我覺得係一定要嘅，如果唔係好難持恆地做一件事。咁所以喺久而久之咧，就好多人會覺得你係一個 role model。而我俾個挑戰自己就係到底殘疾人士佢可以行得幾遠？無論係身軀上定還是係我哋成日話殘疾人士企翻起身有兩樣，一就係佢個身軀，二就係佢人生。咁到底可以行到幾遠咧？而作為一個運動員，佢又可以行到幾遠？譬如我而家有做MC 嘅工作，有做電台嘅工作，有做跟住我係運動員，我係有教練，有其他公職。到底你可以行到幾遠？而你每行得遠一步，你就為殘疾人士立咗一個標杆。原來殘疾人士，我都係屋邨出身，我都係意外，然之後都係咁樣復康。咁所以你每行多一步咧，後邊嘅人就容易跟啲，因為佢見到你係點行出嚟。咁所以我諗都係呢個硬頸唔服輸，同埋即係有一個目標喺度，就令我係痛苦嘅，係困難嘅，但係都
一步一步踏實咁行出嚟。我諗 Daniel 絕對係可以做到好多人嘅 role model， 即係即係如果大家都記得幾集之前咧，我訪問一位職業治療師，咁佢就喺靈實就做咗一樣我都覺得好癲嘅工作，即係佢就帶住一批即係輪椅人士，即係好似 Daniel 以前咁樣，咁就係幫佢哋突破嗰個心魔。即係其實你做唔做到一件事，其實當然嗰個肉身嘅限制係一個限制，但係好多時都係個心理嘅限制。咁佢最癲嘅時候咧，就阿 Janet 咧就喺 Covid 最嚴重嘅時候咧，就帶咗10個輪椅人士就去 Melbourne， 咁啊又坐飛機要規劃去啲咩廁所、住咩酒店、個旅遊巴係乜嘢嘢。跟住其後佢仲帶埋佢哋去坐熱氣球，咁我覺得真係哇癲到你，即係唔可以想像，即係帶住啲義工屋企人。咁佢哋翻嚟之後，我有見呢啲殘障嘅人士，佢哋個個都喊晒，佢哋覺得即係其實唔係話因為佢突破咗佢個肉身，即係可以做到一件事咁簡單，而係最重要就係佢突破咗自己嘅心魔。其實好多人就係原來佢知道自己可以旅行，佢就排除萬難，咁佢咪去做呢個突破咯。咁所以我諗 Daniel 嗰個 role model 就喺呢一個位。咁其後而家即係你自己就都有個 startup， 即係好想就藉住呢一個 role model 再 roll 落去喎，即係能夠唔單止係幫到一啲殘障嘅人士啦，即係甚至乎幫啲公司、幫啲小朋友。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呢一個諗法係點樣嚟嘅？其實成個諗法係源自於，因為其實過去嗰10年我做好多唔同嘅分享會，特別係21年嘅東京奧運會翻嚟啦，因為當時成個市面都係好 negative 嘅，冇一件好嘅消息。而東京奧運同埋殘奧會就係唯一一個全香港嘅市民都係讚佢嘅，因為一來運動員有好成績啦，二來運動呢件事係無可挑剔嘅，一定係好噶啦。咁所以我哋翻到嚟就特別我係好多邀約去唔同地方，譬如學校，我而家都做過超過300幾次嘅分享，或者唔同嘅我諗保險公司去晒。咁所以你發現原來一個殘疾人士運動員，你覺得社會要俾好多嘢嘅同時，原來喺一個時候當社會軟弱嘅時候，佢係需要你俾翻啲能量佢。咁我發現原來殘疾人士嘅力量係大過我哋想象中。咁我有咩辦法可以將呢件事除咗我之外，我可以 multiple 咁樣放射出去咧？咁不如我就即係組一啲團隊，然之後就可以咁樣出去。咁所以而家我有個 startup 啦，除咗將我哋殘疾人士運動員真係放喺舞台上面做分享會之外咧，不如我哋用活動形式，因為講嘢唔係個個都好似林醫生咁講得咁風趣，因為我都聽過林醫生嘅分享會好風趣。即係有啲人個講嘢技巧未必天生係咁，或者冇。但你都好犀利喎！你係天生嘅啫嘛？點樣？我中意講嘢，跟然之後有去特別去學咁樣。咁但係我諗有啲係charisma 嚟，即係有啲係 natural born。咁但唔係個個殘人士都係咁樣。咁不如我哋用佢擅長嘅，用佢運動，可唔可以變成一啲 program 入學校度做一啲共用嘅教育，或者要公司度做 team building？其實公司都好需要 training，或者好需要行 ESG 咧，其中裏邊嘅 sustainability。咁所以咁大家又有時會覺得，我啲 program 好悶，或者一個講座，咁會唔會真係透過殘疾人士運動可以帶到一啲嘢俾佢？而同時間可以將殘疾人士嘅運動員同埋殘疾人士帶出社區同大家接觸。咁所以呢件事都係我一路想做，咁睇下可唔可以將佢變成一個 business， 變成一件恆常嘅事咧。咁另外，我都會有幫唔同嘅 SEN 學生，譬如我都近呢幾個都有搞一啲俾 SEN 學童嘅羽毛球班啦，只係透過一啲大家冇諗過，大家可能覺得殘疾人士同 SEN 嘅學生應該玩啲靜態啲嘅，最好就捉下棋啦，或者即係碌下波啦咁樣靜態啲嘅。咁我就即係試下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咁結果係好受歡迎，同埋都嗰件事我係有得着嘅，因為啲家長我當然係想幫班 SEN 嘅學生，但係結果最有得着嘅係我班照顧者，因為佢話呢2個鐘、呢3個鐘你 release 咗我哋，或者你令到我有一啲好 memory， 令到我見到我哋嘅仔女發光。呢個 memory 係喺佢日常枯燥嘅照顧日子裏邊係一個佢好記得，而令佢繼續支撐落去嘅點。所以我都覺得呢啲事如果我支撐得到嘅，都應該要繼續做。